新北邦桥有一间托育中心，去年4月，林母甲一个无到1岁囡仔虐待死亡。代志发生了后，这间私人的托育中心已经停业。不过家属不满新北市府较大要是无作为，批评评鉴的制度有问题，佮要求社会局长爱落台，市长嘛爱回实的。 年母甲身体缀伫囡仔的身躯顶，有时佮甲棉被盖伫面顶，眼皮内底通看到别个囡仔有关受到不当对待。去年4月，伫邦桥的私立托婴机构发生幼囝虐待致死案件，家属批评社会局较大也无作为。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忘记我的女儿在医院急诊室内的时候死不瞑目的样子。 我请求司法一定要还我女儿公道，不能轻判害死我女儿的凶手。受害家属提出7项诉求，包括确实备份的证据，安排其他家长转托等等。因讲进前要提监视器的影片，新北市社会局要求应该签切结书。陪同开记者会，议员嘛不满表示，出代志的前几天，社会局再来评鉴，家长看到是假结，才放心送囡仔来，结果囡仔煞死去，可见制度出问题。而且评鉴的网页到达已经1档半拢无更改。 我们上社会局的网站去看，直到昨天晚上啊，其实社会局的评鉴的相关这些报告还停留在民国109年，所以你可以看到社会局对于这个评鉴制度的草率跟轻视。 由幼保专家学者与实务工作者组成评鉴小组，为109、110年及111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托婴机构暂缓评鉴，待疫情趋缓后，即刻于111年9月启动评鉴制度。新北市社会局讲，未来的评鉴制度会纳入监视器的画面，嘛会继续协助家属拍官司。记者陈柏立新北采访报道。